估计是。来，咱俩比划比划，你用泰拳打法，我看看怎么应对。好。你看，只要对方气势逼人，只要你靠近虚晃，就站不住了。对的，完全站住是有点难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拳啊。这就不得不放弃汤尼步，用到接近自由散打的步伐。来，好，我试试，结合一下。好，再来。你怎么巴西柔术都出来了？一段时间没练习，今天忽然动几下，又有了新的领悟。现在的我，身法上已经不再追求一招一式，更多的是去见招拆招。实战对手不会配合你，所以更要完全的把自己所学都忘记，直到心里面全是一个博字。